时间差不多，我来甲 PowerPoint 用起来吼。咱请特别找咱来祈祷啊，着准备心来礼拜吼。请咱甲声关起来啦哈。大家好，平安。平安。咱礼拜要开始前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，准备咱的心。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，阮就是带着阮地顶大大罪过来到你面前，阮爱屈家谦卑，伫你脚下，来恳求主，你除去阮心内所有的误会，赦免阮这天天大大罪过。我们做伙来敬拜你。帮助阮，要用欢喜的心，注意来听你的教示，来听我敬拜上帝。你常常用种种的方法，你向阮讲话，你向阮来显明主你的心意，但是阮常常袂晓去听你伫向阮讲话，但是阮毋知影你伫向阮讲话。检测阮有时阮的心定也无愿意去听你的声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知影要做一个主你好的囝儿，阮要不断要学习，大日要有灵修，要有祈祷，当来听到上帝的声，恳求主赐予阮，赏赐阮有一粒你愿意来学习的心，尽力。以你所交托阮的使命，忠心来互主做主你好的路用。主啊，由你安静阮的心，开阮的心门，这是阮的开始，阮的敬拜。有最后你无是差个地地，当中带领阮众会友，有你的灵点在中间，带领阮起来敬拜、祈祷，一切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阿门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坐落去，我爬起来，你拢知，你对何远知我的念头，我行路
我倒伫面前，你拢详细知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清知。咱来吟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第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咱做伙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读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丘比勒岛任来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。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所接来用启应文第10篇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0篇也是诗篇40篇。诗篇40篇，我捌吞论等候耶和华，伊暗了我，听我的求叫。伊对窗镜的含起，对土泥中牵我起来，互我的脚徛伫石板顶，互我的骹步在我。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，就是学了阮上帝。侪人要看见来敬畏，也要倚靠耶和华，独独倚靠耶和华，无插遐个骄傲。以及偏远有假的人，即个人有福气。
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，微微对你摆列。我若要提起来讲，迄个少额算袂了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，烧济甲赎济济，你无爱滴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了，我的事已经记伫册呢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。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。来，做伙来读今仔日经文，来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撒母耳上卷第3章第1节，囡仔撒母耳伫以利的面前服侍耶和华。当这一日，耶和华的话真遗憾，无常常有启示。一日，以利困伫家己的所在，伊的目睭已经雾，看袂明。上帝的灯也袂煞。撒母耳已经伫耶和华的殿，伫上帝的约柜遐瞌困。耶稣叫撒母耳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就走到以利遐讲，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以利讲，我无叫你，你倒去困。伊就去困。耶和华佮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，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伊应讲，我的囝，我无叫你，通倒去困。迄时撒母耳还袂捌耶和华，耶和华的话未有启示伊。耶和华第3摆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，我伫遮，因为你叫我。以利才知是耶和华叫囡仔。对安尼，以利甲撒母耳讲，你搁去困。伊若叫你，你就讲，耶和华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听。撒母耳就去，困伫伊的所在。耶和华过来徛地，亲像前几下摆叫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应讲，请讲，你的奴仆要听。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，那期间不常有上主来的信息，更少有异象。有一天晚上，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。天还没有亮，灯还亮着。上主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回答：“是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喊我吗？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我没喊你，回去睡吧。”撒母耳就回去睡觉。上主又呼唤撒母耳，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上主，因为上主还没有向他显现过。他又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喊我吗？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我没喊你，回去睡吧。”上主第3次呼唤撒母耳，他再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喊我吗？我在这里。”于是以利知道那是上主在呼唤这孩子，就对撒母耳说：“回去睡吧。如果他再喊你，你就说：上主啊，请说。仆人听着。”撒母耳就回去睡觉。上主来站在那里，像先前一样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：“请说，仆人，请说，仆人听着。”咱感谢上帝赏赐咱伊的话，咱这是要请牧师给咱祈祷，然后伊会正道。伊的正道题目是，请讲。咱三观阿堂的祈祷，主为天堂，阮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年日的保守。虽望阮踮伫疫情真正严重的美国甲加州，
但是阮伫你保守下面，人通得到健康无伫疫情的内底受到感染。我也恳求你继续来带领保守阮头前的日子，有缘有你充满的稳定，甲阮三甲伫底。阮也看见全世界面对疫情的时，阁有侪无法度控制的情形。阮也为着阮的祖国台湾疫情也开始在严重。伫台湾的礼拜日透早也发生大地震5.5级，求主你甲遮的人三甲伫底，互因伫你的稳定的下面也通得到保守。阮恳求你继续来施落你的旨意伫阮的头前，特别是阮在思考教会将来会发展的时阵，主你互阮清楚你的脚步，阮愿意对你来行。就像今日阮所要领受你的信息，请讲，主啊，这请讲的后面就是阮得爱决志，阮愿意听。阮伫你面前祈祷是要谦卑阮，因为阮是卑微小可的，但是你使用阮，阮伫无共款的时代中间，会通来完成主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。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网络搁一摆来组织，求主你来怜悯。阮伫无法度伫礼拜堂做伙组织的礼拜这个时，阮犹原同心伫你面前来献上阮对你的感谢祈祷甲懊恼。主你即时降临，甲阮三甲伫底，也开启阮的心灵，互阮会通对你所启示的话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启示。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做伙来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呢，亲像伫天日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是对这个撒母耳的代志吼，伊的服侍。这个相片是我伫中华牧会的时阵，我毋是要请咱看我的头毛阁乌的啦吼，最主要是要看这个讲台吼，这个讲台用罗马字吼，写讲请讲你的罗卜听啦吼，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对今仔日的经文。白话字的圣经出来吼，请讲你的罗卜得听吼。咱台语的圣经佫有一个字吼，得听。这个得听是安尼讲的，现在式还是讲进行式啦吼。撒母耳上卷第3章第10节，撒母耳的话，这是以利家己教的吼。但是伫以利还未家己教进前，其实。你甲注意看今仔日的圣经所记载，牧师甲咱考试，迄个撒母耳拢总叫上帝叫几摆，会记得无？甲咱考试者吼。头前3摆伊拢走去以利的身躯边，讲先生你叫我吗？吼。然后第4摆以利家己教吼，以利家己教讲你若即马佫听到的时阵呢，你就。起来，甲安尼祈祷哦，耶和华，请讲你的罗卜听啦吼，你的罗卜听。上帝的话，咱若倒来看，拄则David带咱读的圣经，咱注意甲看，你要形容上帝来叫撒母耳的时阵，头前有一段话足重要的，迄个时阵无啥物话。无有上帝的启示，无有上帝的话，我毋知咱读到这段的前提的时阵，有感觉真奇怪无？第二个我感觉奇怪的所在，就是讲，以利走去困伫伊的房间，撒母耳困伫倒位？
撒母耳困伫迄个藏约柜的所在。如果咱对犹太的传统有了解的时阵，藏约柜的所在，若毋是至圣所，就是圣所，毋是凊彩人会当去的。这个时阵，撒母耳几岁？敢知？咱的中文现代译本讲啊较清楚，小撒母耳偌细汉。咱若倒转去看撒母耳上悬第1章，伊的老母甲伊的老爸，因为甲拉讲恁去圣殿献祭就好，我要留伫厝里来请这个囡仔大汉。到什么时阵？到伊长龄啦，吼，迄个时代当然无亲像咱即马，阁有迄个罐头食物，阁有迄个副食品吼。迄个时代拢无，拢靠人拎，甲囡仔请大，啊，然后开始食大人食的物件。犹太人伫照传统来看，因拢饲人拎饲到5岁到7岁啦，吼，到5岁到7岁安尼啦吼。所以撒母耳伫圣殿底学习服侍上帝迄个时阵，还阁足细汉的，但是伊困伫藏约柜的迄个床内底，若毋是至圣所，就是圣所。一般若照理解来讲是圣所啦吼，因为至圣所只有祭司穿甲足整齐才会当入去，吼。但是这互咱来思考哦吼，就是讲撒母耳伊真注意伫迄个服侍的顶悬吼。对伫咱来思考，就是讲是安怎伫礼拜堂的讲道台要用撒母耳的一句话，请讲你的奴仆在听。这甲这个小撒母耳的呼召有啥物关系？咱知影小撒母耳是要诚做呼召，做上帝的奴仆，用新约的讲法叫做使徒。是安怎伫讲台道顶悬要用即句话？我要甲教会同工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拢爱诚做使徒。有人话我讲哪会使？使徒敢若12个尔，我讲实个使徒14个，一个自杀，一个补的，啊一个是保罗。但是使徒的意思毋是迄个 capital 的 apostle， 是每一个人拢爱接受着上帝的呼召，讲请讲我伫遮，奴仆在听。所以这值得咱来思考的部分啦吼。第一个部分，咱要来听来思考，就是今仔日所描写的这段的经文，甲咱讲听到上帝的声。真侪基督徒拢咧思考讲，现在的耶稣已经搁活，都无伫咱的中间啊。虽然讲有圣神伫咱的中间，到底圣神的启示、上帝的声音？要安怎去听？还是讲有人用无共款的角度讲，今仔日咱要安怎明白上帝的旨意？甚至有人用亲像撒母耳上卷第3章头前的经文讲，这个时代无上帝的声，敢真正安尼？当然，要爱真正了解上帝的声，要听到上帝的声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一项事。但是伫要思考讲听见上帝的声进前，咱爱去来思考的是讲，要安怎诚做迄个听见上帝的声的人吼。我先对历史来甲咱讲啦吼。咱通常咧讲听见上帝的声，就是讲先知嘛吼。咱直接会去安尼讲吼。其实伫圣经的历史的中间，有足侪人拢诚做迄个听见上帝的声的人。伫创造的时代，咱知影亚当夏娃，吼，当然阁有伊的囝嘛，吼，伊的囝，一个有听，一个有听无着，有听无着的杀死迄个有听的，对无？该问甲阿伯嘛，吼，咱知影伫圣经内底有足侪诶无共款的角度的记载，无说简单用几个代表人物来讲，无足长啦，吼。第二个是族长时代啦。
什么时阵是族长的时代？亲像亚伯拉罕到以色列民族开始形成，就是讲亚伯拉罕受呼召来对上帝行了后，伊即个家族愈来愈大，成做一个大的民族了，约略有300年的时间，才会族长拢真做听见上帝的声，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行的人。所有的族长就像亚伯拉罕啦、以撒啦、雅各啦，安尼一直落来才会，一直到因进入伫埃及，要离开埃及了后，摩西他代替族长的角色，其实伊嘛是算族长的角色啦，但是这个时期较特别，是一个出埃及的时期。当然约略40冬嘛，这个出来及了后，伊将这个责任交予伊的徒弟约书亚。约书亚成做上帝的代言人，上帝的奴仆，上帝的这个采用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开始攻打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区。当然后壁阁有士师的时代，士师的时代甲联合的王国连做伙，拢总是差不多600年的时间啦，约书亚了后，就足侪士师，士师了后就扫罗王、大鼻王，了后就开始啊，扫罗文王了后，伊的国度开始分裂做北国、南国。这个时代，原来有国王。但是原来有祭司，甚至有先知，狩猎的时代有先知，佮归回的时阵有先知，然后呢，到伫旧约转去，甲新约即中间约略有400年，甲今仔日的经文撒母耳上卷第3章头前讲的，这个是无有上帝的话临到。我想这互咱来思考是毋是上帝无伫个啦？也是讲这个时阵来讲诶，下落猫仔无伫个，鸟出来乌白撞安尼敢真正是安尼？咱来看伊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咱讲诶，讲有一个人听见上帝的声，拢总失败。这个囡仔是啥物人？是拄则牧师在讲这个差不多7、8岁仔的囡仔，小的撒母耳，伊伫圣殿内底咧学习服侍上帝。圣经甲咱讲，伊迄个时阵毋知影上帝是啥物人，有可能伊妈妈有甲伊讲咱的祖先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色列上帝、雅各上帝，伊知影有即个上帝伫个，但是伊毋知影上帝是啥物人。伊伫圣殿内底跟对伊的老师以利来学，来跟对以利来学。但是这个囡仔毋捌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来呼召伊，这是真特别的但是牧师要倒转来读经言，甲咱讲的讲，这个小小的囡仔，伊困伫迄个放约柜的迄间房间内底，咧表达啥物诶？表达伊真注意伊在学习，真注意伊在做诶代志，也因为伊真注意，咱会通对伫今仔日诶经文看伊讲，伫咧困诶中间，伊听见有声，就马上爬起来，马上回应上帝。虽然伊走毋着所在，伊走去以利的面床边讲：“你叫我吗？”拢总3摆诶时间。咱小可讲一下希伯来人的衫的意思是啥？有讲真两衫3摆的衫，也有讲真济摆的意思，也有讲真济摆的意思。所以会通讲是讲，撒母耳伫济摆上帝咧甲呼召的时阵，伊马上就起来回应上帝。结果咧，咱转来看。这个小小的撒母耳，伊安尼真正听见上帝咧呼召的声，伊还阁毋捌上帝圣经甲咱讲真清楚，
啊，伫正手边这个大人就是以利吼。啊，这个以利呢，伊是上帝的奴仆，伊是圣殿的祭司，是上帝的代言人。照讲，伊应该爱听到上帝的声，敢毋是安尼？结果咧，几摆连续3摆，伊才警觉着讲啊，原来是上帝咧叫伊。这是一个真强烈的反差啦，吼！啊，中文讲反差吼，真强烈的对比，无共款。一个还毋捌上帝，有一个真单纯的心的撒母耳，伊听到上帝的声坐坐摆；一个服侍上帝，是上帝的奴仆，是圣殿的祭司，伊听毋捌迄是上帝的声。然后伊才想着了，讲你若搁听到伊咧叫你吼，你才讲耶和华上帝，我请讲你的奴仆伫遮。吼，啊，搁有咧。咱若去看撒母耳上卷第2章，撒母耳拄去互因妈妈去甲送去伫圣殿内底时阵，圣经阁有形容记载以利的2个囝，伊2个囝嘛是祭司2呢，吼，是咧受训练要成做祭司的人呢，但是因2个安那，伫今仔日的经文的记载内底完全无有分。哦，完全无有分咯吼！啊，咱但转去看第2章就知影讲因2个啊，真正是拢乱输行啦吼，黑白来安尼吼。第2个角度，咱讲听见上帝，还是讲看见上帝？啊，咱知影保罗啊，搁号名做扫罗的时阵，伊咧往大马色，即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的记载啊，即个路上。伊去互耶稣基督的神来甲伊光照，伊看见上帝了后，伊同我青眉。OK， 了后伊接受着迄个呼召。咱最近咧读保罗的即个宣教，中间咱看见伊的生命的改变是遮尔大。要看见上帝嘛，是有人看到，有人看袂到啦吼。我用约翰福音今仔日的经文，另外一段的经文，咱无读的吼，伫。约翰福音第1章的时阵，讲到耶稣在呼召腓利做伊的门徒的时阵，啊，腓利去招拿但业，啊，伫这中间因的对话真趣味。腓利讲哦，耶稣咧叫我，啊，咱做伙来好毋好？但是拿但业甲伊讲啥？伫摩西的律法，腓利甲拿但业讲啊，伫摩西的法律中间所讲迄个先知记载迄个，我已经拄着，伊就是约瑟的囝。那等于甲伊讲一个足趣味的代志，讲摩西的律法内底，哪有可能伫即个拿撒勒内底会出即种的人啦？吼，伊甲讲我已经拄着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，但是拿等于讲吼，拿撒勒会出啥物好的吗？吼，一个是有看到的。一个是有看无到的，当然尾啊，耶稣甲伊的对话中间了后，拿但业伊有无共款的看见啦吼。咱真个时阵，亲像拄则 David 咧带咱来祈祷中间讲，咱要听见上帝的声，互咱有迄个每日读经的迄个好的习惯。咱有圣经，咱有上帝话伫咱的手中，但是咱有当时甲遮的人共款。有听无到，有看无影吼。咱来看上帝所呼召的对象，今仔日撒母耳，咱先莫讲，你想讲大笔啦。圣经拄则我讲的遮个人，伫历史的中间，摩西啦、亚伯拉罕啦、亚当啦、夏娃啦，吼甚至约拿，约拿是一个真典型徛伫中两边咧摇的人啦吼。我咧讲两边咧摇的人是安那？伊有犹太人的骄傲甲传统，但是伊足固不二种，嘛是去传福音哦。然后阁有效果哦，吼伊阁坚持伊家己的这个犹太传统哦，吼但是伊煞带领规个
外邦的城、外邦的国度全城来悔改，吼。伫这时阵，咱看见讲上帝呼召遮个人，基本上伫因拄听见上帝呼召的时阵，因拢有一个真单纯的心，吼，因拢有一个真单纯的心。就算是用那，伊足毋甘愿要逃走，伊嘛好啦，我来，吼。到用那书第3章的时阵，伊就去传福音嘛，吼，伊知影伊拼袂过上帝，所以伊即个甲即个船长讲啥？我所信的上帝吼是掌管陆地甲大海，伊才知影讲哦，伊走袂开啊！迄个时阵伊降服，降服的时阵，咱就听会着上帝的声音，就听会着上帝对咱的呼召。如果咱拢高举家己的想法的时阵，亲像用那，我甲用那放伫后壁，就是我要用伊做一寡例吼。伊拄开始的时阵，上帝呼召伊去尼尼微城的时阵，伊就开始逃走啊，因为伊用家己的想法拒绝听见上帝的声，拒绝去认捌伊应该认捌的上帝。所以一直到第2章，伊伫这个鱼仔腹肚底的时阵，伊知影讲伊无路啊。伊咧拄着死亡啊，伊困难啊，伊无法度靠家己啊，爱靠上帝的时阵，才伫遐讲我要来实践我对你所下的愿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咱知影讲上帝所呼召的对象，必须爱行做一个真谦卑、愿意顺服上帝的人。所以有的人听着。吼，但是有的人无听着，伊伫属伫迄个无听着的人，吼，伊伫属伫迄无听着的人。撒母耳当然是有听着嘛，吼。但是有人呢，有听无着，什么人？有听无着的，就是以利的2个囝。这是以利的2个囝，因知影伊老爸的职责，伊知影因爱接续去服侍上帝。却伫圣殿内底乱输来。啥物人有听无着？扫罗王，咱明仔载devotion 会去摕到即个部分。扫罗王伊嘛是有听无着，伊认为讲我做王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伊毋知影伊听无上帝甲伊讲的话。第3个角度就是讲。对伫上，请讲是对伫上帝呼召一个，不但是回应尔，而且佫是付出行动的实践，用迄个行动来回应上帝。就是讲，主啊，你讲，毋是你讲尔，我足爱用台语的迄个翻译吼，台语的翻译讲叫做听叹啦。听叹有2个无共款的礼物吼，一个是听着，另外安那叹是安那obey。也是讲去做，吼，有 action 安尼吼，有去做安尼，所以这是真重要的。请讲，罗卜得听。我拄则讲，白话字圣经翻译真趣味，罗卜得听，这是现在式嘛，当讲是进行式，吼，得听。咱逐不时都爱听，扫罗王是听头前，尾也无听。扫罗文王听头前，尾也无实践上帝予伊的诫命，所以国度就分裂。咱真侪时阵对伫圣经遮的信仰的前辈伟人的中间，会通看到对咱的启示甲提醒。祭司以利，伊嘛是听头前段，尾啊伊就无听，囡仔无好好教伫服侍顶悬。伊圣经今仔日的经文安怎讲？讲伊安那花啊啦，鱼仔嘛听无啥有啊，可能有年岁啊啦吼。嘛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说，就是讲伊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啊。所以当细汉撒母耳听会着上帝的声时，伊却听袂着。请讲，这是一个听着上帝声的一个证明。要怎证明？就是用行动、用性命来回应上帝。
我想今仔日的经文也提醒咱啦吼，特别是咱的教会咧面对过来教会要安怎行的即个时阵，咱拢有家己的一种咱的愿望、咱的想法咱的经验，但是咱直接要来操作是要操作上帝真正放伫咱头前的一个旨意吼。当然这有困难啦吼，这有真困难，就是讲咱真正爱放落咱家己，咱爱放落咱家己，然后听见上帝的声，放落咱家己了后，咱要学习迄个撒母耳迄句话讲，请讲，罗卜在听啦吼。这个后壁就是一个决志，决志讲，我听了，我愿意对你的脚步来行。咱知影撒母耳的服侍是足长的时间，伊嘛是一个真好、真尽忠、真好的马路，伫圣经的整个的记载中间。你对第4点开始。好，我想对第4点就是讲，借着今仔日的经文，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吼。当咱看到这个撒母耳在甲上帝讲，请讲罗卜在听。拄则开始是牧师咧讲，这是一个现在式，嘛是进行式啦吼。咱继续来听上帝的声。对咱信友教会过去30冬的时间，上帝带领，上帝施恩，过来头前的路要安怎行？伫这个疫情的这中间，我想上帝有伊继续的旨意。咱有真济有家己的经历，有真济家己的思考，家己的想法，但是要听见上帝的声，咱袂当亲像过去咱伫圣经看见这的人，像扫罗王伊用家己的想法去要上帝的旨意。咱需要放落咱家己所有的，然后对撒母耳讲，主啊，请讲，罗卜在听。过来咯，既然咱讲过去是上帝施恩带领，过来咯嘛应该是上帝咧带路。既然是安尼的时阵，咱讲主啊，请讲，罗卜在听的时阵，咱后壁决志就是讲，无论怎样行，阮愿意来跟对。我想这对咱今仔日来讲是一个提醒吼。我想嘛，毋是干那伫咱教会，我足侪教会也是讲足侪基督徒，拢爱安尼来思考，特别是对咱，我想有一寡较深刻的提醒啦吼。愿上帝帮助咱吼，头前的路无好行，但是既然是上帝的路，咱就缀咧行。咱来祈祷。恩典满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过去的30几年的中间，你带领施恩，伫阮的教会、阮的众兄弟、阮的前辈，阮伫遮有领受你济恩典。阮看见阮有一个真舒适的所在咧敬拜，虽然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阮无法度进入。阮也有看见你济的祝福伫阮过去的年日的中间。虽然阮的人数在减少的时，阮依然坚持对你的敬拜，甲阮对你的学乐。祝阮继续要往头前来行的时，求主你来显明你的旨意。因为我要学习撒母耳的回应讲，请讲，罗卜在听。求主你帮助阮会通
用阮的骹步来对你的领导头前来行。无论怎样，阮知影这拢是你所施的呼召甲指引。求主你继续来施恩，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继续来保守阮每一个兄弟。阮伫无共款的所在来徛起，特别阮即中间有侪人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咧提供服务的人，阮求主你特别的稳定甲因三角地带来保守因，互阮伫你会看顾的下面，对伫逐个人的生活中间，对阮三角自守的即个敬拜中间，拢会通来见证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阮谦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话，来吟圣诗482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。要奉献咱要奉献的人，请你会当将你的奉献的支票交到教会。咱即时来吟奉献的诗，336首诗。请咱做伙来感谢祈祷，听我天父上帝，阮对这个细汉的所母呢，小弟怎样来听上帝的声，也要来回应上帝。
我若对圣经中我知影，以赛亚伊要欢喜，有注意大声伊个时阵，伊大声伊个罪会当得到赦免，然后伊用感谢的心，伊用热心的心来做上帝的采用。主啊，我有看到即个撒文尼，也是以赛亚的模样，帮助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来学习，愿意来为主来做工，来演讲主你的名。特别上帝，阮对你所领受的遮尔济，帮助你要知影安来回应。特别上帝对对阮来听，特别上帝，阮奉献阮的金钱是你享受的，我奉献阮的时间也是你享受的，阮用阮的能力也是主你享受的。主，阮奉献遮的，阮欢喜来献予你，求主你感纳生活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来请牧师来做具体关怀的报告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同款吼，请大家来做这个自我的防护啦吼，戴喙安啦、洗手啦吼。咱也为着这个美国的总统的交接就任来祈祷吼，搁几工的时间。这两天的天气变化真大吼，咱也为着这个来祈祷。我知影有几个所在已经有火吼，咱为着这个控制来祈祷。伫亚洲吼，像咱台湾，逐个拢咧花冷啦吼。听讲伫咧因个礼拜日，咱咧逐个拢寒甲安尼吼，咱也为着这来祈祷。当然嘛，继续为着全世界疫情控制来祈祷。为着教会的未来发展来祈祷。拜三要搁有开会吼。伫台湾的礼拜日早起有发生5.5级的地震。咱也为着这最近改成地震介济吼，为着因来祈祷。好，共款咱维持伫即个网络的礼拜啦吼，咱牧师有咧思考就是讲，咱的2月21号的迄个好会吼，咱应该会当来安排教会外面的聚会试看觅啦吼，咱来搁咧想看要安怎用安尼吼。好，过来拜三阴暗有要召开即个未来的发展小组吼，请咱同工半工，我会搁传即个会议的连结吼，嘛欢迎兄弟来参加来关心代祷吼。拜五阴暗保罗的即个宣教旅程第4摆去到罗马的即个路程会当讲是完结篇啦吼。咱拜五阴暗7点半吼，做伙来。咱感谢洪明兄甲阮慧姐吼，咱的奉献证明2020年奉献证明已经准备好势吼，应该是明仔载陆续寄出来。如果你若有啥物疑问啥物款的需要，是想法，你请甲做长老吼，David来联络一下吼。好，前礼拜出席20人，咱的发展小组出席吼有16人，网络查经14人。这礼拜奉献310块吼。这是后礼拜的即个经文甲主题吼，服侍的论级表伫遮，好，来 David。来，咱带着咱来吟上经的诗513首，愿主祝福保护你，然后咱请牧师祝祷闭会。还是我迄个歌无用着，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主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，伫咱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恳求主来甲咱同在，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伫咱的黑暗的中间赐光明，伊伫咱的困难的时，伊要来享受伊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。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。
阿门。好，今日排到这，我来关 live stream。